化、生活、戏剧、新闻。7月7日开始，全台语的电视台，请锁定第14台公视台语台，精彩、丰富、上解有意思。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研究赛车爱动发的新制度，今日开始实施，全国有3天的大执法。来看是7月7日，是这香港回归22周年，香港世界拢抗疫行动。来看到这大学指考今日举行人数，搁来创过去这几年的新低纪录。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来关心的是新的制度，这啉酒赛车的动发的新制度，对今仔开始来实施。即马是啉酒赛车拒绝酒测的罚款，有提悬到18万。另外，这公车的乘客嘛爱做伙受处罚。当然，这警方有会出动这空袭机，对悬的所在来进行监控。为空中鸟瞰台中清水主要道路，几架警车为地面进行路检拦查。台中清水警方为了加强拦查酒醉赛车，出动空拍机为空中采用立体式的监控，买酒醉赛车的驾驶无路通走。空拍机如果有发现这个前方有违规的民众比如说有蛇行的甚至有酒驾的其实我们在我们路检点的前方几个路口我们其实都有布置反拦截点的一个勤务因酒驾动发新制上路，台中警方加强拦查。以台中清水分局来讲，29号当日就处理酒醉赛车8件，危险驾驶1件，甲交通违规111件。这属于空拍机为空中鸟瞰监控，如果发觉可疑的车辆，会使地面的拦截点第一时间来掌握，提升执行的效率。酒醉赛车新制上路，生活采罚采用汽机车分流，汽车酒驾维持15000到9万块的罚款，汽车酒驾提升为3万到12万，并且采用累进处罚。另外，拒测罚款提悬到18万，还有公车的乘客嘛必须要连续来处罚，新法上路，民众的看法是无同款。老百姓大概嘛是靠这，重罚有效。像是豺狼帮会的逃犯，好像在监控犯人有一点那个感觉有人认为采罚伤过重，有人赞同严格处罚才会使抑制酒驾。而警政署表示，伫生活就路1号到3号就会进行全国同步来处理，针对违规热点以及假日时间加强执法力度，并开有电话的概念，抑制酒驾发生。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仔日有是这香港回归22周年，这香港政府举办升旗典礼庆祝。不过，伫民间这个部分是有分管内所在，大家是发起了抗议行动，也有民间团体游行去这升旗附近的广场附近，想要冲入去这管制区，嘛和警方发生冲突。看到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落台口号，在香港回归22周年一透早，真侪民众是行到升旗典礼的金紫荆广场遐，安国广场附近早就互人大规模的管制，真侪民众想要来突破这管制区。一透早抗议者就来到金紫荆广场的外口来，想要冲入去，互警方强烈的阻挡。你有賣廣場，我有
受到警方的阻挡，边仔民众是一直在发声，还有人施压乌旗来表达抗议。是网上呼吁我们要来这里，就是阻止这个好垃圾的升级而行。我们主要就是要表达，中共收回香港的主权，他应该实战他的承诺，让香港人有那个全面的自治。与反送中行动，民众一再抗争，表达不满，警方是加强戒备，唔但咧新基会场附近大规模的封路。咧新基进前透早7点外，港铁更加临时宣布，把附近的金钟站还有湾仔站关起来，后备少民众是袂赴欢迎。几点才会开啊？我不知道啊，是因为这是警察要求啊，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临时的。在回归22周年这天，抗议行动是四界拢有，除了金紫荆广场附近，在新庄的下雀道，在30号，还有真侪民众在遐留守，要把这路动起来，阻止有车入去会场。做了很多的事，在612、609的时间，但是政府没有什么回应，还在我们有人牺牲了的时间，他还可以再兴起。这个是不允许的，在任何的地方。警察甲民众捌爆发冲突，不过警方并无执行清场。在升旗典礼完成了后，民众还是拢无离开，继续甲警方来对峙。现场的民众嘛是愈来愈多，煞来下晡的7夜大游行，这人是不是会继续增加，嘛是着各界关心。记者蔡慧玲、陈信荣在香港的采访报道。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今日有出席了这特区成立22周年的酒会。伊致辞时表示讲，伫最近因为反送中的条例这香港政府和市民发生矛盾甲这争议，伊会记得这教训改变伊的施政的风格。不过伫伊在致辞的时阵，有一名这议员发口号抗议，不过真紧互人带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台讲话，则打开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吴碧云伫台下大声喊讲林郑落台撤回恶法等等的口号来示威。每年嘅话超过半分钟，去互带离开现场。林郑月娥致辞内容讲到第2分钟左右，真紧就讲到最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回应抗议民众的意思真重。近月發生嘅事，令市民同埋政府之間產生矛盾同埋紛爭。亦都令我徹底明白，作為從政者，不時都要警醒自己，要準確掌握民情。我亦深切體會到，縱使有良好意願，亦都必須要開放包容。縱使政府需重視行政效率，亦都必須耐心聆聽。伊嘛答應講會安排更較濟時間，親身接見無共黨派甲無共背景嘅人，可以保持政治嘅觸覺。經過呢次事件，我會吸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嘅所思、所想、所求。最基本嘅第一步係政府嘅施政風格需要改變。我會透過唔同嘅途徑，主動接觸唔同背景嘅年輕人，聆聽佢哋嘅心聲。這是林鄭月娥自從頂個月18舉辦記者會了後，第一擺公開出面。致辭結束了後，林鄭月娥佇台頂甲來賓敬酒。香港媒體報道，包括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以來等人，攏甲伊細聲話加油。記者綜合報道。来看到蔡英文总統今日主持空軍司令上號之晉任甲布達授解的典禮，新的一寡軍方的高層有到場。蔡總統交付到新的將領有3項任務，希望國軍加做百姓安居樂業的保障。首先是我們的沈總長，在這裡我要給你3個任務。第一，落實整體防衛構想，務實戰訓本務。第二，培養未來的人才，為創新的國防改革奠定基礎。第三，帶領國軍為區域和平安全穩定善盡責任。在面對中國不斷的擴張武力，並試圖用各種手段施壓台灣，嚴加防範，精進自我，以打造堅實的鋼鐵勁旅。守護國家安全。主席部
总统呢要求这国防部高层爱来精心规划国防的预算，钱爱用在实际爱用的所在，后来调整着国防的组织，甲相关的规定来应用威胁带来的转变，有奈爱负起政策交通的任务，做好这国军有亲民爱民的形象哦。来关心的是这地方的天高率，高雄市伫顶礼拜又搁新增加一件这本土性的天高率，嘛已经到28例。今日高雄市长韩国瑜去看这国军协助喷药的状况，佮一概讲到这中央该斗相共无够力，啊，毋过这行政院长这苏贞昌是反驳，讲这防治的相关的经费顶礼拜就拨予高雄市，啊，毋过无人去领，显见这市政府效率有够歹。第4作战区投入88名化学兵沿着高雄三明区大街小巷喷药啊！因为顶礼拜六当地又搁新增一件本土性天狗热，卫生单位研判是昆曲感染的第2波感染。目前高雄累积28件，市府表示白头蚊的指数有降低，不过短时间内底要归零是无可能，才会陆续有零星的个案。天狗热疫情嘛，互市长韩国瑜搁再一届呛中央，这个政府协助是看动看人。高雄市并没有感觉到行政院对我们有特别的照顾，反而感觉越南跟印尼被照顾的好像比我们还多，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我才会提出，不要在自己的台湾内部搞1国2制。韩国瑜这个中央防治天狗热是1国2制，也毋过行政院否认，表示市府讨的5000多万防治经费，顶礼拜就拨款，却无任何领款的状况，后说是市府的行政效率无好。像从上个礼拜准了，到今天都还没有来领款，可见高雄市政府不但不用心防治地方病媒蚊，连办事效率都很差，而首长又到处跑，话还乱讲。苏贞昌讲，韩国瑜是为着要转移焦点，爱伊唔通阁乌白讲话。另外，伫高雄嘛，兴起一股反韩国瑜的势力。公民割草行动顶3个社团共同发起着连续罢免着韩国瑜，再次宣布第1阶段3万份的连续书将要到啊！面对着这个声音，韩国瑜讲伊尊重，啊毋过伊嘛会专心市政。记者综合报道。先来看到国际方面消息，这美国总统川普这6月30号啊，雄雄和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来见面，这是这川金2个人第3届正式的交手。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也证实讲，美国和北韩将会在7月份展开非协化谈判。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当地时间6月30日，坐空军1号专机登去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搁坐陆战队1号直升机登去北京，正式结束这段日本大阪G20的行程。啊，搁有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南北韩非军事区的第3届会面。伫登去的飞行机面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媒体证实，6月30日办门店非军事区的第3届川金会了后，华府甲平壤已经同意伫7月份重新启动朝鲜半岛非协化谈判。Sometime in July, probably the next 2 or 3 weeks, probably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month, I guess. And a place yet to be determined. 蓬佩奥强调讲，上新一轮的非协化谈判，北韩会派出外交部层级的官员来出席，而且伊伫板门店现场的第一手观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确实想要甲美方达成实质的协议，啊，毋过华府会照定数来做，袂伤过匆狂。美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嘛继续来进行。川普6月30日伫板门店两项非军事区，伫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陪伴，甲金正恩第3届正面交手。川普嘛下过两项军事分界线，甲金正恩做伙翕相，变做历史上第1个踏入去北韩土地的现任美国总统。川普阁当场邀请金正恩来北京佚佗。川普伫南韩乌山的美军基地靠军的时阵，一直强调讲，这是历史性的时刻。针对第3届川金会，教宗方济各特别伫6月30日的弥撒当中，互因来祝福。南韩民众虽然嘛真关心，啊，毋过看法分做两派。저 국민으로서 저렇게 잘 대화하는 모습 보니까 너무 좋습니다. 잘 되길 바라고. 트럼프도 자기 그 재신을 위한 하나의 그 이벤트성인 것도 같고 또 문재인 대통령도 이번에 이용해가지고 이 기회를 이용해가지고. 真侪专家分析指出，要达到朝鲜半岛非协化的目标，毋是靠川金2个人一直写批，还有握手的政治表演就会当达成，必须要量早互外界看到北韩具体非协化的进展。有学者指出，
传金会见面讲的拢是好听话，有啥物人会相信两个人真正会当离家换地，还是金正恩会特地来放弃发展核武？BBC 阁用两岸关系专家金星理的意见来表示，金正恩无可能会完全放弃核武，若是要所来会谈有进展，川普就必须要接受退让了后的协议，并将无可能完全满足华府的所有要求。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方面的消息来看是，今仔是大学指考的第一天，这登考生人数讲从7年来的这新高纪录。今仔在第一节考这物理，有这天考咧，个 GPS 手机定位，加一寡这生活上的这题材。高中的老师是来分析，讲今年考试的题目有较生活化，有那第一届将素养相关的考试的题目提升甲强要上升。台北市各高中的家长牙机徛伫咧考试场的门口替学生加油。大学指考头一天考物理、化学和生物，有学生无满意进前学测的成绩和结果，选择报名7月指考再战。师大附中的学生是穿学校所发的白色 T 恤，用一战之战的谐音来考试。一个谐音，一战止战，全校都有发。真声响起，学生入去教室内面等发考试题。考试场外口有学生强要卖付，一路车都哭撞。第一节物理考考煞了后，有考生就反映讲，有的题型伫咧考古题当中毋捌看过，某人认为比模拟考更加简单。单选第20题，我觉得蛮难的，是运动学的，然后它加速度会变，那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没有写过这种题目，特别难的哦。就我觉得就是太阳帆算太空船加速度吧，我觉得不会算难啦，就是我觉得算有鉴别度的这样。伫大考中心举行记者会的高中教师评析，物理考有天高节 GPS 手机定位，和去年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题材光学粒子入题。今年考试题较生活化，头一届将素养的试题比重提升到要3成，传统也是较复杂的计算题型明显减少。在非选择题部分，降低计算比重，增加作图题型，占分高达10分，是近年来指考题型中前所未见。今年指考报名人数总共49119个人报考，搁再创下2年来的新低。但是，定考生为主的个别报名人数是8296个人，创下7年来的新高。到中考生私底下表示讲，大学读的是医学系，但是发现家己较介意主攻和电机科系，所以搁再考一届，选择有兴趣的方向来发展嘛是较要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伫反映今日国家要完成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法，毋过这实际定了这方面，这民进党这边来提案讲，是毋是用即马的区段定律来代替门牌定律，有哪引起了外界的质疑？伫个这国民党甲时代力量这边有哪批评讲，是毋是有受到更上的压力呢？内政部咧3是个定了2点可修法，其中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因为即摆修法甲现在立委张宏六的版本，所以百姓去年5月就送来行政院版本，包含公布门牌、一手处随定再定部分，第即摆修法拢无处理，因为变作是严挂版，是个定了批评。它不是2.0的版本，这个是0.5的版本，非常的可恶。骗选票的时候说要推动实价登录，但是现在选上了。就不再推动，国民党给予高度的谴责。那我们认为，就打防的效果来讲，事实上，区段揭露跟门牌揭露效果其实差不多了。如果跟你过去承诺的、嘴巴上讲的完全背道而驰，还有什么政治诚信？立委版本中，主张向现在30天内申报买卖案件，改造申请所有权移转到减负资料。公布门牌资料条文，也是维持现行区段化去识别法律。定了无实在，相关会当罚15万块，会当连续开发。不过，国民团体批评这款修法根本是受到更上压力。所以我说，如果民进党实价登录2.0跳票，证明的是事实上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软的这一块。我再说一次，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软的这一块。公民团体认为，那是资讯完整公开，水清都无鱼，有心人士无得变鬼变怪，批评修法无周延。不过，伫那也无反对立委张宏六版本的情况之下，那是公布以外，专上紧下晡就当完成3读。记者综合报道。
毛要看到这警官儿童安全基金会最近调查发现，讲最近70年，讲这徛过环境总共造成80多件囡仔对于悬的所在滑落来的意外。有哪立委要求这内政部营建署要来修相关的法令，才会当避免这意外一直的发生。去年12月份，台中市一个5年的查甫学生，那像因为半暝含面起来梦游，拄厝年2楼的塔门落落来，好加载无性命危险。有立委批评，民国96年内政部营建署已经修订建筑技术规则，规定大楼袂当设计水平坏掉，避免囡仔因为搭起哩砖来坠楼。啊，毋过各管区的认定无共，真歹落实，互囡仔坠楼的意外嘛是一直来发生。你的设计不可以有任何突出的地方，让孩子可以再站上去，可以攀爬，因为他站上那个高度，你原来设计的高度就没有用，它就会翻落。现在的建筑技术规则必须要修正。而且根据景观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调查发现，最近10几年以来，居家环境当中总共发生87件儿童坠楼的新闻，造成34个人死亡，53个人受伤的悲剧。原因大部分拢是找无大人、囡仔佚佗，也是好现等等造成的。另外，有民众投诉，厝内想要倒温性的铁桶来预防，却去互社区委员会用影响外观、厝价等等的理由禁止来倒，法令就若像假共款。社区管委会要拆，我们也帮他询问到公务局啊。公务局说，那是管委会的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有一个4岁小女生坠楼着，那社区管委会才不敢去拆它。我们做一些图例，所以说这些都是不行的。图例还不能发生功效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发执照以后再做抽查？立委要求营建署必须要修正建筑技术规则，明文规定袂当设有脚会当搭的突出物也是空，而且还包含要求社区规约，来日起防对条款，用儿童的安全做首要考量。对此，营建署回应表示，1个月以来会开会进行讨论，研究修正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台湾的时间今仔下暗要开始来拍。第顶礼拜有啥物精彩的体育比赛的？来看阮的经历报道。富邦悍将没有办法拿下胜利，那拉米狗桃园又拿下了胜利的情况之下，最终上半季的冠军就是由拉米狗桃园拿下。25暗时，中华职棒伫咧两地开拍，拉米狗桃园伫咧台南球场以5比4拍败统一狮，加上中信兄弟拍了12局，将分数又较含富邦悍将袂共，桃园将魔术数字归零，伫咧补赛礼拜总算取得今年顶半季的冠军，连续拍5季取得季冠军，创下中华职棒的新纪录。球数2好球2坏球，这球被拉中在右半边，哇，打在foul pole，很准，但是打得也很扎实，上去了。拉米狗的朱玉贤29个时对富邦的比赛，分别伫第3甲第8局2届开轰，半季22分露出新的纪录。这场比赛一直扣开冠入5分打点，半季73分打点，成做新的障碍。另外，佮讲出这个月上侪的11分，一届拍破3项纪录。英国 Harry 王子甲 Meghan 翁仔某来到休困室拜访大联盟红袜队 ，Meghan 佮和红袜队外野手 Mookie Betts 揽做伙。原来两个人150年前伫咧美国阿拉巴马州有共同组成，算是冤亲结海相会。这是大联盟史上头一届将例行赛刷到欧洲开拍，杨基甲红袜的世界大战拍甲真激烈，伫将近6万的伦敦观众面前，头一阵总共取得30分。那杨基是伫连续第31场开轰的情况之下，将伦敦系列赛2连胜取走。台湾好手王维忠在美国本土的大联盟赛事也有真好的表现。面对前一打席才开轰的大谷翔平，王维忠是用骨球将大谷拍败，连续2届对决，伊拢伤大谷3胜。那美国职篮 NBA 球季才拄结束，今年一度颁奖典礼也落幕，由公路球星 Giannis Antetokounmpo 取得年度上价值的球员。I want to thank my amazing mom. 领奖的是感动甲老目屎，感谢厝内底人的支持。希腊怪物本季得分、篮板、助攻3项数据拢是生涯上悬，带领球队取得全联盟上好的60项战绩，生涯头一届得奖。那网球4大满贯之一的温布顿网球锦标赛，本礼拜就要开拍。赛前最后一个草地赛，张永然、张浩晴伫咧伊斯特曼网球赛取得本季第3个冠军。那些数位伫咧单打甲双打拢并列伫咧竞技选手，只是女单头一轮特别赛去拄着前年法国网球赛冠军拉脱维亚女将奥斯卡·潘托，也是一场正恶拍的球赛。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政治方面消息，蔡英文总统7月11号到22号要来展开自由民主访问的论坛，要来出访咱伫加勒比海友邦国家总共有4个国家，有来安排过境美国2届，总共会停留4个AM，主要是蔡总统上任以来过境美国上久佮上济一届。为了深化甲加勒比海连接也有友好的关系，总统蔡英文要率团出访的友邦，而且定调自由民主永续之路。预计7月12中昼出发，12到13会过境美国纽约住2暗，13号去海地，13号暗时到16号访问到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16号到17号访问圣文森，17号到19号访问到圣露西亚，19号出发去美国丹佛会过境2暝。22号中昼转来到台湾，这个行程12天，是蔡总统上任以来出访上侪天，过境美国上久的一届。访程将过境美国相关规划，目前正与美方依据安全、尊严、便利、舒适的原则协调中。虽然外交部强调美国行程搁伫规划，啊，不过外团定来时阵过境丹佛，对台湾真友善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会接待着蔡总统，加上来回伫美国停留4个暗暝，嘛显示着台美的关系是继续深化。另外，这届蔡总统伫海地访问无到24点钟，外交部强调2个月访伊是真稳定，啊，不过是考虑到当地民间抗议的行动，才无停留伤久。今年因为从2月份开始啊，海地有陆陆续续一些民众的抗争事件，可是目前跟各位报告，海地的情况已经趋于和缓，社会的治安也慢慢的恢复秩序。外交部强调，访问海地的时间虽然较短，啊，不过总统嘛会共同来主持着台湾商店的开幕仪式，嘛会接受海地总统国宴的款待。另外，这届访问团的成员包括着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外交部长吴钊燮、立委，也有企业界人士。记者欧文良、吴家宝台北报道。来关心的是，这中营的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2天，空服员工会搁一届向这中营航空来发挥，有若发起了一个人一张被的这部分要交予高层，嘛宣布讲为着要感谢外界的支援，要伫这明仔载下暗伫这开头举办一个晚会。中营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2天，工会干部甲批交予警卫转予董事长。劳资双方预计7月7日进行协商。罢工的空服员发动一人写一张批，希望讲各较层关级的代表会当来出席协商。具体回应工会提出来为尻川后算小的条款，签订团体协约，来结束这场罢工的活动。我们在写要给董事长跟总经理的信，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希望在7月2号的团协也可以派出一个有决定权的代表来跟我们签团协，然后让整件事情可以快速落幕。工会强调讲，会员配合罢工，拒绝提供劳动服务是完全合法的。中营航空应该要随剔除24个配合罢工行动会员的控制处罚，保持诚实对等的原则，甲工会来签团体协约。除了为尻川后算小以外，嘛要恢复会员罢工进程的权益。他们宣布要开始罢工的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那个机上是没有旅客的，他们也还没有登机，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自从罢工到目前为止，中营航空总共取消航班1094班，超是影响到217000个旅客。工会表示，每一个人对罢工的行动有无同的看法，希望讲会当互相尊重。嘛宣布为着要感谢声援因的民众。7月7日暗时会伫凯达格兰大道举办ON之夜。记者综合报道。川协会结束，这美国总统川普的态度有较软化，这台股今仔日盘中上悬有起差不多170点。台股今仔是开悬行悬，自本受到这华为禁止令一寡这股票有较压制着，今仔拢透一口气。这工学股的这大力光甲玉晶光有哪有带头？有分析师来指出，最近各个股市又会受到美国是毋是要降利息，甲美中贸易的谈判的进度所影响。
慢慢看到这财政部公布了欠税大户，个人欠税大户，依然是已经过身的国旗闻名黄仁忠家族啊，总共欠税的金额超过51亿，连续来排第一。另外，这企业欠税的大户是这宽雅集团。上新公布的欠税大户名单，还是对大家拢熟悉的人。今年个人欠税第一名，还是黄仁忠因囝黄乐谷，欠18.9亿遗产税。黄仁忠本人欠总所税18.8亿，黄仁忠阿姊夏黄新平欠总所税12.3亿，三个人拢总欠税高达50.04亿。个人欠税第三也是高雄黄新志家族，有台湾迅讯支付名号的林天才，伊欠11.47亿政务税，排名第5。很多，尤其是前20大哈，可能大家会觉得都是老面孔，已经很多年的那个旧案，最慢可能到民国111年3月5号，那个是最后执行的期限。企业欠税部分排名第一的是宽雅大饭店，拢总欠营业、营所、房屋甲地价税24亿元。再来是因为偷工案真有名的博达科技、中区酒家、舞厅、尚德风景大酒店、甲红顶酒家，分别排名第3甲第4名。根据户税署整理各区的资料，统计今年公告的欠税大户案件，拢总有938件，拢总欠税金新台币965亿元。比起去年，数量增加17件，欠税金额则增加8.75亿。大部分的案子是，就是说已经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或者是说有财产可是设定高额抵押。那当然我们会跟行政执行署合作还是来积极的催讨这个欠税。财政部强调，清理欠税是各税关稽定机关重点工作之一。除了公告重大欠税案件以外，各税关稽定机关甲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也协调，积极追查动向。今年佮头一摆设立重大欠税公告专区，设立公告网页连结，落实政府资讯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环保署所设的这塑胶束供限用的政策，今日嘛正式实施了。第一阶段限制使用的对象包括政府部门、一个百货公司、加这大卖场、这连锁的素食店内面用的餐饮，拢袂当来提供用料就淡的这束供。要活动到时阵，台北市的环保局有哪有去稽查？对，那想请教一下，就是店家这个部分都没有提供这个部，我们是本来就不会提供。是，嘿，好，了解，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那你是自己准备吸管吗？是自己去买的铁档子、铁吸管。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没有在用吸管了。那你觉得这样带不会不方便吗？不会。所以你是养成习惯了这样？对。开劝导单之后要在多久内改善？在台北市我们是采7天之内会再去办理复查。如果说复查还是不合格，我们第一次告发的，然后告发的罚款金额是1200块到6000块。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去甲这美食街有哪成伫柜台来检查是毋是有提供这用一解性的这塑胶束供，连锁的素食店、甲冰淇淋、甲一寡咖啡店，拢无发现有这个违规的情形。这环保局表示讲，会先开这扣款单，刷来才会真正开罚单。继续来关心的依然是这中营罢工的第12天，这旅游业者嘛讲因损失真济，所以今仔日会在这旅游业的品质保证协会有提出3项诉求，要求政府加这交通事业，讲爱有这罢工的预告时间，同时要求爱守法。中营航空罢工到今已经取消469个航班，多是后来大会罢工继续，旅行业真着急。旅行品质保障协会提出3大呼吁，都要求政府对交通事业建立罢工预告期化，并要求修改民航法，规范机票制度。航空公司嘛要保障消费者，另外嘛要求司法规范，若是罢工到期也停飞，旅行业应该免责任。行程受影响的旅客呢，大概接近是20万人。那当然，我们的业者经过旅行工会初步的一个统计，旅行社代垫的金额应该已经上亿元。那营业损失的话，根据旅行工会的资料提供的资料的话，他们是说大概是18亿左右。品保协会强调，司法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嘛正是因为这摆罢工时间超过10天，由我军向来大会，业者保着新收。北中南旅行工会已经串联，上近拜二就会开始讨论，决定上街头订正的时间地点。
对旅游业怨叹政府无作为，旅游业主管机关观光局回应，会提供业者必要协助。主要这个还是在这个要搭配那个航班的取消，才能做一些处理啦，协助业者这边来做一些相关的迁转啊等等。观光局强调，因罢工会甲民航局、甲旅游业工会保持联络，对业者将要上街头进前，无排除到政府机关头前集合。观光局表示会继续关心甲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台北甲上海双城论坛7月7日要来举行，台北市长郭文德是毋是有要和这各台办的主任刘结义来见面的？伊表示讲，这毋是伊会当决定的。针对着外界在解读讲双城论坛会成功失败，可能关系到郭文德来选总统。郭文德是表示，这民间城市交流无成败这个问题。台北市长郭文德就要去大陆出席双城论坛，两岸人士发言是毋是会当成功营造两岸和平对话的气氛，或者是受到反送中事件的拖累怎互人骂？外界解读双城论坛的成败，将会是郭文德决定是毋是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民间交流、城市交流、经贸往来的，基本上他也没有什么败的可能嘛。秘书处还是跟对方把行程都全部弄清楚。所以见面时间点就是第3天下午。没有啦，我跟你讲，这见不见，这个他是这样的，这也不是我们决定的。媒体追问郭文德敢会烦恼讲和各台办主任刘结义见面，会互人批评。郭文德表示，见也是无见，拢是有人会批评。就伫咧进前去屏东出席活动，多民众挑工穿绿白红的槟榔装来配色，挑工口说郭文德政治立场变来变去。槟榔本来就口腔癌，不是很好的东西啊。根据联合报上新的民调，若是郭文德参选，支持度输予韩国瑜和郭台铭。分析显示，伫40岁以下的选票，郭文德支持度大量丢失。只敢剩4成，针对这点，郭文德只敢表示讲，伊袂去叫民调的起落，应该做的代志都爱去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今仔日是7月7日，香港有真侪民间团体有那在准备7月7日大游行。今仔日在这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和香港的这民运领袖之一的黄之锋有闹是新连线。罗文嘉强调讲，台湾无应该落入一国两制或者是九二共识，在讲袂清楚的空间内底。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第22年，继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了后，延续退回恶法、林郑露台等等的诉求。今年香港7日游行特别受到关心。早起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甲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进行跨海实行连线对谈。黄之锋表示，香港主权移交22年，一国两制开始豆豆变做一国1.5制。伊认为是军兵上台了后，中国对台湾、香港的压迫渐渐变大。习近平上台以后，其实对香港的压迫越来越大，对台湾的压迫也越来越明显。台湾跟香港其实同样面对北京的压迫的时候，我觉得希望大家看看香港的一国两制根本就是完全失败。黄之锋表示，早起已经有超过100人继续聚集伫香港立法院外口。伊讲，香港人要继续追求立委、特首双普选的民主价值。预计今仔日会有50万香港人就街仔路。罗文嘉嘛回应讲，từ香港的经验会当看到，一国两制已经走向失败。政治领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一国两制不是台湾能够走也愿意走的路。那作为政党，应该清楚在立场上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罗文嘉强调讲，台湾的民主是真无简单才得到的，连香港人拢已经无相信一国两制。特别2020总统大选的台湾，真侪候选人嘛无应该搁落入去九二共识无清楚的空间，若无会互台湾落入去万底深坑。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当年的7月7日，香港拢会举办游行。今年更加因为反送中的运动受到外界注意。这时阵，有那要带乡亲来回顾这7月7日的相关的抗议游行，现在发起以及什么香港的政治变化。当阵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总理李平出席英国王储 Charles 王子有白头章的是末代港督彭定康。这天是1997年7月7日，香港主权移交典礼。进前经历了155天的英国统治，了后进入一国两制，香港变成特区，嘛和北京展开你来我去的政治车拼。头一届的引爆点是伫咧2003年。这
这是民间人权阵线头一届接手7一游行，估计超过50万人。导火线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明文将叛国分裂、煽动叛乱、颠覆国家等行为入罪，被认为会严重侵害到民主和言论自由。这是香港伫8·9民运了后头一届有大规模的示威，受到国际高度的重视。最后必须23条暂时下列，到即马拢无搁再提交。普遍认为，这嘛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落台的原因。7一豆豆变成香港民主抗争的代表，了后每一年的游行，大部分拢对 Victoria 公园出发，行去到金钟这单位啊，也就是政府总部、立法会所伫的所在。到今年进前，只有3届以特首落台做主题，比起真民主、真普选的诉求搁较少。但是，却是造成董建华、詹应权、梁振英这3任特首无一个人闪得过。那安尼，伫咧2017年就任的林郑月娥咧。咁我打一個比喻就係、我有一個媽媽啦，我都有2個仔嚇。如果我仔每次就係、我就要咁樣樣，我都只係遷就佢咧。我諗短時間我哋嘅母子關係會好好嘅。當呢個小朋友成長到，佢因為嗰陣時嘅一啲任性，而我去縱容佢呢啲任性嘅行為，佢有後悔。佢點解當日阿媽你唔提我呢？6月7到8萬人示威，61二罷市、罷工、罷課、3罷運動，最後演變做警察大動作、武力清場，一直到61條的200萬加一示威。即馬反送中運動持續咧發展，民間煩惱香港的法治無法度擱再一國兩制，本土意識明顯出現，累積到異議人士被政治清算、被失蹤的怒氣，嘛結合過當代雨傘運動了後的能量，示威的人數一再創新上懸紀錄，得到的卻是港府將慢手法，被看作是依托太平的回應。7一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时刻，去看民意会不会延续，因为政府基本上没有回应。如果政府没有去很好的拆除这个政治炸弹，那建制派会伤亡惨重啊，就是他们的议席都会让出来。但除了选举以外，其实我们7一游行啊，或者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合作运动，这些都是重要的力量。香港7一的民主精神，伫咧主权移交22周年了後的即陣，到底是會受到重視，也是被當作無看到？記者綜合報道。火燒對着人的這安全甲財產，這攏是正大的這傷害，所以這預防正重要。這台東的消防局就由這消防隊因這邊來做了相關的這警報器的動畫影片，也閣免費提供給一寡中低收入戶甲弱勢的家庭有這客家的消防警報器。輕快的旋律搭配流行的中英文 rap 歌詞，這是台東縣消防局今年製作的消防公益宣導動的影片，要推廣民眾安裝自體消防警報器，佮請來真有名的英語老師徐偉公益代言，去引少年族群來觀賞，將客家火災預防的觀念帶去到每一個家庭。只要你願意動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守護家人安全的消防英雄哦。台東縣消防局統計，106年全縣的主體火警有101件，去年開始頭一波的宣導安裝主體消防警報器了後，降到剩90件。因為這種警報器一旦偵測到房間嗆煙，就會發出警報聲，還有語音提醒民眾逃生，並且報警搶救。有關我們助警器的部分，在我們消防法裡面是已經有明文規範是要安裝的部分，那但是並沒有相關的罰則所以我們目前都還是以宣導的方式。台東縣消防局表示，火災發生會造成性命財產的損失，呼籲民眾上好愛安裝。但是在過去的案件當中，嘛發現不少弱勢家庭根本無錢通買這種一個500塊的警報器，發生了火警，生活更加限制困難。今年就有善心人士提供1萬個警報器，提供中低收入戶和弱勢家庭向消防局申請免費安裝。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到高捷台南市頂的高捷灣台南州會修復的工程，估計明年中就應該會當完成，將會變作是高捷的圖書館。臨來車往的台南中正路頂面煙霧彌漫，怪手當咧拆除灣台南州會的加起的建築，建於日本時期的灣台南州會，前期是展開展修，和過去的5個牛眼湯中間天地，令人驚豔。不過因為工程是真大，和民眾以為全部攏要拆除。
一个遐我就有看伊咧整修，啊，他起码佮怎啊佮跳起来？好啦，这一个不错。对啦。整个园区啊，不错啦，非常的观光，应该会有加分效果啦。对此，文化局是解说，并不是要拆除，而是古迹的整修工程。这栋原台南州会建于1935年，到现在已经84栋。2004年启用指定为市定古迹，原本去年就有期要进行修复，但是却遭受到一寡人士来占用，甚至佮市府拍官司。修复工程是一直无法度动工，伊现在开始有动作，未来将会做中西区的图书馆。将民国55年增建，那其实在结构上以及建筑特色上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去除，然后呈现出日治时代的它一个精美的一个建筑的立面特色。文化局讲，是旧整修完的原台南州会，会甲邻近的林百货、台南文学馆建筑来结合，成为台南市重要的历史地带。而图书馆的部分，预计明年底完工，完成了后，将会是台南的另外一个新的景点。记者吴建훈台南报道。嘛，要看到这婚林北港这大户这戏院嘛整修了啊，啊这婚林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啊便会以这经营来做这文化影展或者是表演的场地。将顶挂着早期的电影海报，兴建咧西元1927年的北港大福戏院，过去是北港街上唯一的剧场娱乐空间。但1990年停业限第20万年，文管府文化处开3年的时间修复完工开放。和早期画海报的师傅，回想到过去生活点滴。我牵衫牵10外个吼，拢咧甲我斗做工课啦。你若无牵衫，我一个人哪好多，后尾画后尾调啊。以前吼，戏院吼，较流行是布袋戏啊、歌仔戏吼，啊，因为伊要吸引，伊拢一届拢做几个月嘛，拢连续剧，啊，为着要吸引人客吼，伊到最后的要结束才有5分钟、10分钟吼。会将戏院门开开，啊，互附近的人来看戏尾。法院报纸看到戏剧演出和场次的时间，各当时剧场的票金。民众回忆讲，过去只每间2万人，这座戏院对北港民众特殊意义。文管府文化处表示，现在重新活化，未来将以多样化来经营。那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近距离来参与表演。那当然，我们在地的很多表演团体，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特色，也有可能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公民的这个艺术表演的一个练习场。文化处表示，北港的大福戏院在2009年建造的文林馆历史建筑，戏院的所有权人共是家族，提供文管府进行公众使用20年，经过3年的时间修复完工，让老戏院受到保存和重视。会朝向中民娱乐中药来发展，要老戏院成为固定文化新据点。记者吴立报道。即马伫这高雄南院有一寡这过去送条的这花仔做了真油，会当互中南部民众就近去欣赏。民众听至点柜前提起手机一直翕，眼前的北宋路遥花仔，讲是高雄南馆开馆以来上强的展览。13件北宋路遥花仔一摆展出，全是高雄经典的收藏。这一摆路南展出，要互中南部民众近距离欣赏。我们北院目前展的也才只有5件，3件在库房里面休息，所以表示故宫南院的展览的内容比北院更加澎湃。故宫方面指出，全世界路遥花仔无到100件，故宫收藏21件，这一摆展出13件，比北故宫也侪。此外，还佫有清代皇帝官窑花仔、甲东南亚各地粗花仔，拢总300件。展品跨过时空甲地理坐标，国家级、世界级的展览。除了汝窑21件、来13件以外，还有连接东南亚国家，很酷。我没想到，就是以前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技术，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不错，就是让他们知道以前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有什么差别啊，以前的人的文化。高雄南院为伫家己过去定起互批评，展品无好无条件，这一摆精心规划，定期到11月中，而且休热期间一直到8月底前，固定假日甲例假日高雄南院免费参观，毋忘记搁较侪金条。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团体在扫这金路群啊，就是讲会当互老大人来运动啊，身体动开，会当更较健康。
配合着歌曲的音乐来震动，来拍家己身躯的筋肉。这是环宇基金会伫咧三总的固定劳动服务基点，进行每礼拜一届的筋肉群健康促进活动。这跟一般普通的舞蹈有真大的不同。他们手一定要拉高，高过心脏，这样才有动荡。把肺腔拉开，脚一定要抬高，挤压属膝。所以其实都有它动作的含义在。你们看是像舞蹈，其实它里面有内功的。我来这个经络操学了以后呢，我记得最好其中一个就是扭腰摆臀。男生做给人家看起来很38，可是对我很有帮助。我晚上睡觉的品质就非常好。透过筋肉群，让真侪老大人更较健康。基点的老大人佫主动报名台北市中正区活力秀的活动，而且真认真地练习，想要来拼代表参加市级比赛的资格。这是第2次我们活力秀的比赛。今年老人家在还没开始比赛，差不多接近5月的时候，就一直问说：“我们可不可以代表环宇出去比赛？”然后对他们来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成员之间，他们的感情是一种凝聚的那种象征，甚至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支持。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表演场地是比较正式的，所以本来我只想说20个人参加就好了，没想到报名的人数现在就大概50多个人。是都透过筋肉群和身躯会当存轮，而且甲同学做伙学习更加进步，透过活动甲比赛参加，嘛互每一个人的心活做伙。记者做报道。现代的冬季宽业运动开始，应该是对这美国纽约的这格林威治村的石墙暴动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时间嘛已经50周年了。在纽约顶礼拜的年度冬季大游行，这个有那吸引了这400万人来参加。石墙暴动50周年，纽约的冬季大游行今年定调做世界冬季大游行，扩大举办，并且邀请无同款国家的人士来参加。30早起，格林威治村的石墙冬季酒吧外口，就来了超过2000人，纪念当年 LGBTQ 社群头一届反抗政府主导的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事件。下晡伫曼哈顿第5大道登场的大游行，敢若参与活动的人都有15万人，加上400万的参观者，规模之大，创下历史新高。纽约市长白思豪嘛出现伫咧游行当中。I am very happy to celebrate this 50 years of the liberation. Enough is enough, not just for New York City, for over the world. 彩虹旗、彩虹衫、彩虹色的他装不离啊缤纷，为着要庆祝纽约市妇女顶抗合法化，阁有不少人用真清凉的装扮登场。游行的队伍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诉求，亲像有一支几大千人的反企业抗议人士，争取平权的同时，反对活动出现穿制服的警察和商业赞助。西华大城、旧金山的游行，40名同款诉求的人士打断了活动的进行，结果有2个人被警方逮捕。酷儿解放游行是为非洲的跨性别女性遇害的事件来发声，抗议美国拘留非法移民囡仔，并且反对川普政府缩减 LGBTQ 社群权利的作为。法国、葡萄牙、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的主要大城，6月底这个最后周末嘛，拢会同款举行大游行。土耳其伊斯坦堡市区30迄天来了几大千人，不得管当局的禁令，举彩虹标志争取权利，结果互镇暴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记者综合报道。嘛要看到这全世界这规模上大的这音乐这个活动，伫这英国举行。主办单位为着要来宣传这环保意识，有那禁止卖这塑胶干装的水也是饮料。出大日头，民众家己摕物件来这排队等茶水。按过前一礼拜，欧洲拢是连续超过温，真侪人虽然袂堪的烧热天气，也是来参加音乐节的活动。Yeah, it's really hot. It's our first Glastonbury, and I've always talked about how I'd hate it to rain, but I'm actually sort of praying for it at the moment because it's just so hot. 讲是全球规模上大、伫户外音乐活动。格拉斯顿玻璃音乐节6月底伫英国举行，有20万人参加。为了响应联合国世界环境大会5月通过决议，未来10年内减少100成塑胶产品的使用量。主办单位宣布，拢不卖塑胶管装的水、饮料，因为根据2017年统计，这大型音乐活动卖出差不多100万年100成的塑胶管
所以这摆为了减少所甲管下造成环境污染，实施减塑政策。It's a very good thing, yeah. We've never once not been able to fill up or anything. It's lovely ice cold water, so what more do you want? So, yeah, no problem at all. This great festival has gone plastic free. That is more than 1 million bottles of water have not been drunk by you in plastic. Are you ready? 另外，这摆主办单位嘛，请今年51岁澳洲天学界歌手凯利米洛唱歌。伊14年前因为精神出年间取消伫这个音乐节演出，嘛可以有遗憾。后来伊抗癌成功，这摆总算徛伫这个舞台，嘛替音乐节做一个完美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下晡天气哦。新闻最后来看这体能运动的比赛，咱再会。